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丁亚준。咱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伫咧早起台北北投收运行的清洁人员咧清私人的温泉水池啊，所以像是因为硫化氢中毒熊熊昏去，送病院了后也是救袂回来。消防人员赶去到现场，侦测到伫咧室内硫化氢浓度有到200ppm， 甚至过几啊点钟，这采检的浓度犹原是超标。研判这两个清洁人员就是因为受到硫化氢中毒死亡的。详细还阁等待详验，还阁有调查来厘清。镜头换来看，新竹市是有一个40岁查某人食酒赛车，结果就去弄到一对要行过大路的老翁婆，互因当场就断开，送病院了后也是救袂回来。警方调查到，这个驾驶酒测值有到0.87，所以是依照公共危险致死的罪嫌来甲伊上班。一对翁某过车道，一年半后车弄到消失伫回边。新竹市北区德公路初二早起11点外发生重大车祸，救护车到场的时阵，两人已经无生命现象。就大概撞飞2，整个飞出去2、3公尺，所以下来的时候人是不动的。警察表示，80岁姓吴甲75岁姓林翁某为骑车出门挂水果过路，和40岁姓洪的查某人在那小特斯拉弄到，现场涂骹拢是血迹，水果落开涂骹，消防队赶紧将伤者送医急救。2名伤者因为一些重大创伤的情况，已经皆为欧卡的状况，然后后续我们有加派救护车以及消防车人员到场支援，后续将2名伤者迅速送往台大及国泰医院就做后续的一些急救救治。追撞行人吴姓男子及其妻子林姓女子，造成2人死亡。洪姓驾驶有喝酒情事，全案将依公共危险致死罪移请新竹地检署侦办。洪某送医也救无转来，姓洪的查某人酒测值超过每公升0.2公毫克。伊讲前一暗伫厝啉酒，初二早起为桃园赛车到新竹工作，暗过酒未摕，才弄着人。警方则违反公共危险致死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详细事故原因还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台南的新营火车头，要坐排班的计程车去柳营的奇美病院。这计程车司机说是直接话要来收150，佮讲这是病院规定的。虽然实际跳表嘛是差不多这个价数，不过若是无跳表直接来划价嘛是违规，相当会当罚到9万块。因那奇美病院是讲因无来插手管计程车收钱。台南新营火车站后站附计程车专用车架，有人就网络怨叹，伫后站要坐计程车到柳营奇美病院，司机直接花150无愿跳表，佮讲这是奇美病院规定的价数。当地人表示，对后站计程车划价是正惯势。从小就这样子，所以也没有觉得特别压抑。既然排的话，基本上如果说有客人来问的话，我就会照他们的模式，先跟你讲说啊150，然后上车就跟你讲说，我跳表给你看，这样子，因为就是不要跟他们起冲突。记者初二伫前站实测坐计程车到柳营奇美，跳表是155，后站到柳营奇美跳表是伫120到150，虽然差距无大，不过无跳表划价依然是违规。奇美病院也后进有改级定价。医院并无合约之计程车队，民众若是搭乘计程车有相关费率问题，请进价市政府。依照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计程车应该要依规定装收费表，并按规定收费。照规定，计程车拢爱照跳表价数来收钱。台南市公运处表示，会主动联络定情人来查处，若确实无照规定收钱，会依照公路法来对驾驶罚9000到9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中逼出非洲地这疫情，市府是扩大环境采检甲封锁的范围，也加考虑各风险的调节。不过，今日农业部指出，伫咧国军去低调消毒了后，这台中市府今日煞个大主大意，家己派人去消毒，安尼恐惊是会去影响到明仔载农业部要去采检的计划。巷仔出入口站起来，无要货车进出。台中逼出非洲地铁进入第11日，启动第3阶段关键风险。台中市府宣布扩大封锁限制市场周边道路，而且主动采检附近2个沟仔拢是阴性。附近排水沟跟这个岸场连接的这个排水沟，那水质抽验是阴性。另外呢
它门口的这个道路我们有一条巷道，我们把它封闭避免这个暗场它被扰动。不过，农业部记者会批评，案例市场伫国军消毒了后，净地原本初三正常采样，不过台中市府初二发起清销扰动，会互检测结果误判，违反台中市府违反工作内容，希望防疫中央地方爱合作。在今天又进场去清销，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清销的理由何在？因为一般我们在做采检的时候，一定要等所有的那个清洁剂都干了以后去采检才有效。面对这样的非洲猪瘟，我再次强调，一定是中央跟地方一定是通力合作，而不是一个自走炮。这个进程台中市府还未回应，不过市场是不是研究禁止？农业部表示，公这上过早，地农医院也报关，后续也该评估。不过中央各地方拢承认，防疫上对市场第三步执行规范，一般疫调方式也无法度要求强制检测有修法的空间。猪粪的一个堆积的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防疫的部分，因为并没有做相关的一个规范，就是说它要多久清除一次。猪农看是不是让我们可以进去，一般我们是不会强制进入，除非说你有接获到特别的讯息，说这一场有异常死亡情形。台中市宣布，初三开始将喷掩埋场由原本的4个减少做1个分散掩埋场，原本后里部方2个掩埋场会先设电回离，并将通报太平区、山区有民众饲6只山猪，也得就高风险场合来访视。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加强非洲地这防疫工作，针对着这油喷掩埋场的记录，农业部也强调讲有设置电围闸，严格防止有野猪来食这掩埋场的喷。因为农业部长陈俊贵也讲到，所落来5日就是关键期，若是有任何的记录，就会考虑要延后猪仔解禁。台中市场爆发非洲猪瘟，目前进入第3阶段的强化工作。因为也伫咧病复潜伏期，农业部强调，这个阶段是关键期，袂当放松。下阶段严防猪接触喷、设置电回离、含挂线自动相机监测，已经启动17个喷掩埋场的巡查工作。那目前已经完成了雾峰还有后里这2个厨余掩埋场附近，已经设置了12台的自动相机，其余的我们也会尽快的去完成这些自动相机的架设。应变中心也请各县市检视猪仔，为8月到达死亡的状况，看敢是会当找到一寡着电视机的较大数量死亡，敢会当进行推判有潜伏期的病毒。因为台中市府伫国军清销了后，搁派人清销，可能影响采检进度，搁敢是影响解禁时程。农业部长陈俊贵强调，后手5日是关键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针对所有的猪场的死猪都要做 PCR 检测，就是这个目的。那如果说有任何的怀疑的话，我们就会考虑延后了。因为伫这疫情，猪仔禁运禁台连续管制15日，预估会有超过30万只猪等待就饲。农业部会邀集饲猪协会等单位开会讨论。你讲说大家都看啊，那种无吧，就连明星班都无吧，大家大量购买啦。如果价格要叫大家来亏钱，干脆就不要做了啊。就是甲肉甲油甲分离，对人来讲是无差，但是最主要差别就是讲油真俗啦，肉是较行情价，所以你愈济油来讲，对阮来咧台的人来讲是愈不利啊。冷冻肉品工会强调，一般7个月生猪，一只大约125至130公斤，肉的比例大约是54%。即马加饲15日，可能大到135至140公斤，油较济，肉只占48%至50%。也强调，工会会配合政府的政策，协助消化这猪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真侪人会使用无线的蓝牙耳机，真方便，因为这款耳机放入去壳内底，就会自动充电。不过嘛，恐惊会像行动电源安尼，常常家己就爆炸着火。所以即马真侪航空公司也规定讲，这无线的蓝牙耳机袂当托运，就要插伫咧身躯顶上飞行机。行动电源伫机舱内导火爆炸事件常听到，引起飞安疑虑。航空公司禁止托运爱随身查，搁袂当伫飞行期间使用。蓝牙耳机放入充电盒了后，会自动充电，处于待机状态。为着确保飞行安全，中央航空、立营航空、台湾虎航拢禁止蓝牙耳机托运。
他有公布就会注意啊，都会带在身上啊。但是蓝牙耳机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它如果是真的会自己充电的话，就是的确有危险性，它就是锂电池。立营航空最近伫官网公告，能源飞机含充电盒仔属于固定会当载的电子设备，飞机放伫充电盒仔中会自动充电处理待机状态。那放伫托运行李内无符合爱完全关闭要求。那充电盒本身里面其实就是电池，然后也是锂电池，甚至部分如果比较大容量的强调电力强的蓝牙耳机，它甚至有时候可以反向帮你当做电源充电。目前航空公司可能就是趋近于比较严格的方式去做限制这样。那最近已经有发现呢，在日本的航空公司呢已经开始在执行了，而我们台湾的国际航空呢也宣布要跟进，提醒旅客在搭乘飞机的时候要听从航空公司相关的规定。根据华航官网规范，行动电源甲备用锂电池未当托运，爱随身载甲妥善包装，并无特别针对能源飞机品项说明。政府航空是表示，保证无特别针对能源飞机品项规定，也毋过锂电池爱符合联合国测试甲标准手册测试要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维护部队今仔日开始试办假日轻急诊中心。就是讲，伫咧拜六礼拜专门来治疗常常有紧急病痛，毋过毋是重大症头的这患者，希望讲会当来分散大病院急诊的负担。阿嬷透早带两个孙来到台北市联谊附设信义文金部报道，因为两个孙分别发喙齿痛甲巴肚痛，好佳在徛街附近有假日紧急诊中心，可以会当带孙来就医。方便很多啊，而且我们就住在附近。如果我们要去宗教急诊，还要坐车，有一点远。因为今年年初，国内各大病院出现急诊太热，民众医护拢真不满，所以卫福部健保署参考日本做法，为11月初2起，伫双北、桃园、台中等6都13个院所试办假日紧急诊中心，服务时间是礼拜二也是固定假日的早起8点到暗时12点，由基层诊所医师轮值，专门收治严重分类第3到5级轻症患者。为了解决民众在假日就医不用动不动就到大医院去，那么一方面也疏解一些急诊的压力，那同时呢，让民众可以在社区呢就近的就医。卫福部表示，假日轻急症中心主要处理民众急也毋过无重的病，包括来自科系甲外科系，像发烧、呼吸道症状、胃肠道症状、简单空喙填合，甲小儿急性无爽快症状等5大类，也提供抽血、电工检查等检验项目。另外也宣布，明年135年春节假期有9日，病院甲西医基层各项诊测费、护理费等，会提供加成奖励，鼓励医疗院所伫春节期间提供医疗服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桃园，昨有一个查甫人食酒醉，煞是举罗奶肉去伫公车顶头，佮甲这司机咧乌白嚷。好佳在警察是告状来甲伊压制，也抓起来移送法办。车门拍开，乘客咧落车，啉酒醉的姓张查甫人，当硬硬要挤起伫公车，摕一支大型的罗奶肉的，一直对司机大声喊，车顶乘客惊到要害。代志发生伫初一暗晚6点。曼秀路二段孤山派出所斜对面的公车站，司机真冷静，一面打电话报警，一面按打查甫人的情绪，引导伊落车。当然啦，谁都会害怕。如果真的拿武器的话，一定会闪开嘛。警方接报赶去现场，先甲徛伫公车站牌前的姓张查甫人对立，最后顺利将伊压制逮捕。查扣大型罗奶肉1支。专案以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移送法办。张姓男子酒后上客运公车，拿出预藏的大型螺丝起子挥舞，并对司机不断咆哮，造成车上乘客及司机心生畏惧。针对孤山站牌啉酒醉的乘客就请举武器威胁驾驶一案，桃园客运书面回应，驾驶员随报警处理甲真好势，无造成任何人员受伤。公司会依规定表扬奖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伫咧嘉义大学有看到超过1公尺长、足大只的青皮豆丁伫咧热烧，学者就表示讲，即阵拄啊好是青皮豆丁的生炭期，讲的豆丁就较袂美丽，会像安尼走出来顶。超过1米长的青豆丁，豆豆我已经先倒爬起伫树啊，互经过学生带一个，
国立家具大学的新民校区，有学生发现学校内底有这种大只青豆丁。学校的教授讲，即马是因生态的季节，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等时的行为。繁殖的时候呢，这一些大型的公的蜥蜴，它就会有所谓的展示的行为，所以你会看到它颜色会变得比较鲜艳。而且，例如说，它原本可能是在隐秘的树林里面，在展示的行为的时候呢，它会离开这些隐秘的地方，到比较显眼的地方。除了市区的学校出现，伫郊区的南塘校区嘛有学生翕到大只青豆丁。教授就讲，北江溪周边的环境都是青豆丁密度较悬的所在，生态的季节因透过水沟的公路，就较会出现伫咱人生活的环境。这些沟渠连接到我们的所谓的巴掌溪的这个部分，大型的公的个体，它也许会沿着这些渠道，然后就进到比较我们现在认为说比较都市的地方。例如说像我们的新民校区。有看到了，但是东西细只。当然一定会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攻击性。教授表示，逐当的10月到过年的4月是青豆丁生态的高峰期，这段时间的青豆丁较会唔惊人的出现。民众若是有看到，千万唔通家己来抓，也是爱通报相关单位，让专业的人来处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仔日开始水气就较减少，所以按算伫咧拜三暗时啊，唔乃当看到这6冬来上近上大的月娘，也有今年上光的内蒙扫秋青，甲西亚做流青雨。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宜兰花莲等地有局部短暂阵雨，暗过7日下晡水气减少，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台北天文馆表示，若一直好天气，民众机会看到又搁大又搁光的晚月，因为初五暗时9点19分，月球会行到离地球上近的所在是356978公里，是今年上大的晚月。月亮绕地球是椭圆形轨道，所以有的时候离地球近一点，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所以每一次的满月，远近不一样，大小就会不一样。所以11月5号是今年的最大的一次满月。除了上大晚月，今年上光的内蒙火车有机会伫初八过前1点间，光度上大，用上烫的吊徛，甚至目睭都能看到。帅气伫后边的沙洲流星雨，今年极大叫伫17，每点钟天顶数差不多10秒左右。流星的特点是速度真紧，常常拖真光的尾。感觉蛮浪漫的，一瞬间然后就不见了，可以许愿这样。有机会会想看这个流星雨，因为觉得流星雨就是只有33年一次，就蛮酷的。台北天文馆指出，迄一暗辐射点伫11点30分升起了后，流星会偷偷增加。民众找一个较开阔、光害少的所在，就用轻松用目睭欣赏这场冬季流星雨。初五暗时，天文馆也伫国父纪念馆广场办上大晚月快闪活动，邀请民众到底欣赏这摆100年来上大的超级晚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英国有一台火车顶头竟然有人举刀啊乌白杀人，其中有9个人是重伤，有生命危险，而且这2个嫌犯佫想要偷选去，加载有互警方抓起来。发生在一个列车停伫月台边，月台甲铁轨路有不少干职人员咧翕相收证。英国当地初一一个飞南约克郡顿卡斯特车站要开向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的列车，伫经过剑桥郡亨廷顿车站进前，向10人提刀堵上无熟悉的乘客。I was in Coach G, and there was quite a few people coming through Coach G, and one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coming through had my headphones on. Then heard them say, "They've got a knife. I've been stabbed." 其他乘客紧急报警，也通报火车驾驶，互驾驶紧急将火车停伫东英格兰的市集小镇亨廷顿车站，然后警方全副武装赶到现场，逮捕被夺走的2个嫌犯。Police responded to the incident just before 8 p.m. this evening, and they were able to neutralise the threat. 2 people have been arrested, but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stabbings. I'm not aware. 伫月台等车人指出，迄时阵看到火车内有人受伤落血，火车停落来开门了后，真侪乘客受伤逃出车厢，也有人身躯带血迹。警方初步统计，至少10人受伤，其中9个人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已经紧急送医。英国首相施凯尔知影了后，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案件是真惊人，互人真烦恼。
也慰问所有受影响的人，而且感谢紧急部门应对真紧。目前警方要进一步调查嫌犯犯案动机，火车兴奋上，伦敦东北铁路公司已经暂停公司所有铁路路线协助处理相关的调查。公司新闻但是当朋友。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0度至23度，中部地区20度至29度，南部地区22度至31度，东部地区19度至27度。还有外岛地区18度至24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